香港花藝嘅發展其實就要睇下而家入行嘅花藝師佢本身嗰個技術有冇去進修嚇，因為而家咧開始趨勢就係講環保啊，好多嘢咧都希望喺環保嗰方面配合花藝嘅發展。咩叫環保咧？就係譬如我哋而家用緊嗰啲花泥咧，係一啲塑膠啊或者石油副產品。咁而家個趨勢就都想環保啲，就唔好咁浪費，成日用啲花泥啊咁。喺花藝師佢點樣去諗？除咗花泥之外，有冇另外啲物品可以代替嚟插花咧？咁而家哋好多外國嘅花藝師已經開始趨勢就用個架構啦，用啲水樽啊，用一啲環保嘅物料啊，去代替傳統嘅花泥。咁我諗而家香港要開始學習呢樣嘢，因為我哋要保護我哋嘅地球，花藝都可以係做到保護嘅地球。希望花藝師都可以出一分力咯。佢哋最緊要自己個定位先，佢係咪對花嗰個行業咧有興趣，有一個熱誠？因為作為一個花藝師咧，唔係話單靠口講哦，我做一個花藝師，佢要經過好多嘅學習、培訓，去喺個技術去鑽研。加上而家個世代趨向有 AI 啦，咁喺個設計上好多都用 AI 去幫手做設計。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專業嘅花藝師咧，我相信AI 係其次。要你個人嘅思維啊、思考咧，要去靈活去發展，咁你嘅設計咧先係受到人哋嘅認同。咁所以我希望就要去為自己去諗下，花藝師都係一個好專業嘅花藝師，都係一條好好嘅出路。首先去努力學習啦，去進修啦，去發展你嘅思維，喺創意嗰方面咧係配合花藝發展。